右腦覺醒，五步驟轉化，啟動幸福美好。第二章解說篇：沒有未來，也沒有過去，思考消失了，還能正常生活嗎？介紹齊晒意識嘅神奇人物：老媽、意識焦點君、左腦君同右腦君啦。所有嘅人物都登場啦。其實我本來想寫更多人物噶，但係最後都係決定先讓一名人類同埋3位意識登場就好啦。意思就係有3個意識嘅存在喺一位叫做老媽嘅人類體內。呢個唔係所謂嘅多重人格。老媽我稱之為功能意識，係擁有思考功能嘅意識，以及擁有直覺功能嘅意識。要令到大家理解思考消失，腦入邊處於乜嘢都冇嘅狀態係一件好困難嘅事嚟噶。如果再提出意識有3種諸如此類嘅話題，又會將事情變得更加複雜。因此，思考消失咗之後，我甚至過咗好幾年都冇講俾家人聽有呢件事出現，直到寫呢本書先第一次同我先生提起。我雖然冇聽得明啊，但係我諗你應該唔係咁容易嘅。我嘅老公似乎理解咗大概嘅意思，確實係好唔容易啊。即使生活係變得輕鬆愉快，但係要同人解釋會超級麻煩。所以我好多謝大家願意聽我說明啊！而家老媽嘅腦袋裏面係唔存在藉由語言流入嚟嘅思考，思考呢一件事本身幾乎唔會發生。唔理我喺度做緊啲乜嘢，都會有辦法喺下一個瞬間完全翻到去此時此刻。我一直喺呢個狀態，就好似喺深度靜心裏面過生活一樣。變成咁樣之後，老媽我嘅意識完全都喺此時此刻。亦都就意味住我嘅意識裏面冇任何未來預定同過去發生嘅事，我唔再為未來而擔憂，亦都唔會為過去而煩惱。但係我亦都冇辦法管理行程。當然，重要嘅約定我仲會係記錄落嚟並加以管理嘅。仲有就係一啲小約定，又或者係唔可以唔記得嘅事。負責處理呢啲事情嘅正係左腦君，佢嘅存在雖然係睇唔到，但就係會喺背後管理行程嘅應用程式。冇幾耐之前發生咗件咁嘅事啊！老媽我喺度做家務嘅時候，忽然間出現搞碎啊搞碎啊呢句語氣好強烈嘅話語。由於呢句說話實在出現得太過突然啦，仲同我前後做緊嘅家事冇任何聯繫，咁我就放低手上面嘅工作，試下將注意力集中喺嗰句說話上面，但係一啲頭緒都冇。接住落嚟，一個信封嘅影像就出現喺我腦海。呢個時候我終於諗起係咩一回事啦。好耐之前我收過一封通知交地方稅嘅信。我睇咗一眼之後就放咗喺台上面，弊啦，話唔埋已經超過咗繳費嘅期限啦。我嗰陣時並冇好仔細咁去確認最後繳費嘅日期，我好慌忙咁攞個封信出嚟確認啊，發現繳費嘅期限剛好係聽日，亦即係話我到咗到期嘅之前嗰日先醒起呢一件事。呢啲就係左腦君工作時候嘅樣啊，發揮咗佢對日期同行程非常之敏銳嘅能力。而喺同一時間浮現咗信封嘅影像，應該就係右腦君提供協助啦。大家可以想象得到，喺大多數嘅情況之下，用語言呈現嘅就係左腦君，用圖像同埋場景去呈現嘅就係右腦君。總之，我本人就徹底忘記咗呢一件事，甚至將呢封要交稅嘅信放咗喺啲廣告傳單下面，完全冇俾自己諗起嚟嘅餘地啊。或者有好多人會覺得，讓思考消失係一件好可怕嘅事。而家嘅現代人非常之重視行程同約好嘅事。要放手唔理嗰啲事，然後將精神集中喺此時此地，根本係冇可能噶。咁樣不單止冇辦法工作，亦都會變得冇晒朋友。會咁樣諗係好正常嘅。不過情況其實冇變噶。當我哋擁有思考，諗住未來或者過去事情嘅時候，呢一個範疇確實係由左腦君嚟管理。佢用思考嘅形式，令到我哋回想起嗰啲事。我係喺思考消失之後，先至注意到呢一點。但係我哋嘅呢啲意識（括弧意識焦點）會將我呢一個主詞加咗喺其他功能意識嘅背後所做嘅事情上面，搶走咗佢哋嘅功勞。譬如話係心臟會自己跳，同你嘅意志係無關噶，係唔係？卜卜卜卜卜卜，心臟嘅跳動將血液送到全身，即使你係瞓着，又或者忘記心臟係要工作，佢依舊會用最適合嘅節奏去跳動。假如你認為你括弧意識去讓心臟跳動嘅，我諗事情會變得好奇怪。你可能會煩惱，我點解咁唔識跳噶？又或者係，我應該要讓我嘅心臟跳得快一啲比較好，話唔定仲可以令到我變得年輕一啲，感覺我仲係好唔夠力啊！仲有啊，心臟偶爾係會跳得唔係咁好噶，唔係咩？可能你又會諗啦，哎呀，我又令到個心跳得太快啦，竟然可以跳得咁差，我呢個人真係冇用啊！
其他人絕對會跳得比我好啦。要點樣做先可以跳得順利啲呢？我上網查過啦，但係冇人提過喎，有冇人可以教下我啊？好啦，答案就係嗰啲唔係你括弧意識去控制嘅，所以可以請你暫時唔好去管自己要讓心臟跳動呢一件事。就算你唔去管，心臟自己都係會跳㗎，唔係咩？實際上思考都係同樣道理，思考係大腦自己創造出嚟㗎，就同心臟嘅跳動一樣。大腦會喺需要嘅時候，讓意識以同步嘅方式使用思考，係一種喺事後對所有已經存在嘅思考上面加上我呢個主詞嘅概念。只係大腦好習慣咁樣做，所以同步嘅時候幾乎唔會有時差，因此你會以為自己正在思考，但係實際上唔係咁㗎。正在思考係大腦嘅功能，你同思考係分開嘅。舉個例子啊，你之所以能夠挺直咁企好，係因為大腦從睇到嘅世界去推算點樣係垂直，然後進一步感受重力，並且靠住對腳同埋身體嘅肌肉自動做出調整。關於呢方面嘅事，我哋好少會加上我呢個主詞嚟進行思考㗎，唯有喺頭暈又或者功能異常嘅時候先會注意得到。好似喺度諗，究竟我係企得歪歪斜斜，定係呢個世界變得斜咗呢？當你係咁仔細去觀察自然能夠做到嘅事嘅時候，即係意識產生咗變化嘅起點。我喺呢度，呢度係我間房，有天花板，有地板，揾到垂直嘅角度，擺出好姿勢，控制到身體，好直立咁企起嚟。呢一連串能夠辨認嘅過程，唔係你喺度做㗎，而係你嘅大腦主動喺度做。單單係一個動作就能夠使用到好多個功能，不過你完全冇放喺心上面，好迅速咁企起嚟。老媽我雖然要花費好大嘅力氣先可以企起身，但係唔理係點樣企法，我哋都唔太需要去管理大腦喺幕後擅自做嘅咁多事情。思考同樣係大腦嘅自主功能，所以就算你唔理佢，思考仲係會發揮功能，嗰個功能係唔會消失噶。原因係在於左腦君會幫我哋執行呢個功能。實際上呢一個瞬間正喺度思考嘅，亦都係左腦君。思考嘅聲音即時喺你腦裏面響起，而且同你嘅聲音非常之相似，所以你俾佢呃到啦。有一個方法可以唔聽到思考嘅聲音，嗰個就係使用弱音功能。只要開啟弱音功能，就唔會聽到平時嗰啲唔重要嘅思考。真正重要嘅事情，左腦君會好大聲咁講俾我哋聽，你大可以放心。唔知道點解突然諗起嘅嗰啲事，就係呢種情況啦。以我哋屋企嚟講啊，左腦君甚至幫我記住咗交稅嘅期限。而家老媽我平時會做嘅事，幾乎都係左腦君話俾我聽噶。因為我從心底裏面信任左腦君，先至有辦法生活喺此時此地。我好感謝左腦君噶。不過喺思考消失之前，左腦君絕對係恐怖嘅終極大 boss。佢唔單止會讓思考失去控制，仲會獨佔能量，產生壓力，令到人瞓唔到，又或者係胃痛。對於接住落嚟要準備停止思考嘅你嚟講，左腦君將會係最大嘅敵人。我哋要點樣跨越呢一個難關呢？